在新竹縣竹北地區的傳統市場呢，竟然傳出有這詐騙集團針對4大人，以鳥車會方式來拐人簽200萬的本票，甚至就連要2000萬的厝呢，嘛互抵押去。目前已經有10外4大拄到同款的詐騙手路。這些大家無用咧做生意賺錢，不過個即馬卻傳出有人互人騙真苦錢，對方是用鳥鼠會的方式拐年歲較大的攤商，也是來買菜的民眾。其中有人唔但互人騙去簽本票，就連大的厝攏互人摕去銀行抵押。之前我有遇過，就是人家會找你，就是說，哎，你加入我的會，然後說保多少錢，然後比如說你需要驗錢的時候，他會先領給你。但是在市場怎麼樣跟人家聊天，然後再講一講，然後對方就跟他講說，我有錢可以借你這樣子，然後就實際上就拿了18萬，然後對方就請他簽了一張200萬的本票，那這個就已經是很不合理了。然後就又說，為了怕你那個沒有辦法還錢，然後就把他的房子拿去設定。的作案手法呢，基本上就是說，老人家他實際上他拿到現金的錢可能只有18萬或是20萬、30萬，但是他們會誘使老人家簽一張，比如說200萬、300萬、500萬的本票。專門會搭訕老人家要注意。經聽到消息，也到市場宣導反詐騙，也進行調查去了解狀況。警方呼籲，凡涉及借貸、投資或簽署本票、抵押設定，務必提高警覺，多與家人討論或先行查證，也可撥打165反詐騙專線諮詢，以免受騙。警方將持續強化查緝與宣導，守護民眾財產安全。根據了解，目前市場已經有10外4大，互同款的詐騙手法騙去。受害者家屬也已經委託律師，向對方提起賠償甲詐欺的個數，希望兩者抓到詐騙集團。記者劉君和新竹報道。